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10月27 AM 新闻，我是陈哲安。新闻一开始，先关心嘉义中部对下晡2点就开始一直在地动，上午已经摇8届啊。有社区围墙去摇甲放弃，地动中心表示，这8届地动有3届是摇较厉害的，规模是有到4以上。未来1礼拜嘛可能再发生规模4以上的地动尾，嘛这民众就一定要注意。 突然摇起来，壁顶挂物件落落来，家顶的货品也落伫涂骹，员工赶紧走去外口。而且下昼2点56分，嘉义中部发生规模4.9地动，民众真惊吓。好怕，但是应该没事了啦。可能很久没有震了，震一下。那这一摆，为下昼2点19分开始，连续发生8摆地动，拢伫嘉义中部乡附近。生活百货卖场清理用品、冰箱、饮料刷甲柜涂骹，至少清理3摆，也个社区墙围倒去，地破停伫遐的汽车玻璃。哦，几倒的？系啊，规拢破。嘉义市也明显感觉有害，民众赶紧走去外口。 从以前地震都不会说想要跑出去，拉着我老公赶快就要跑出去。高铁受地动影响，部分车次延误，因为伫嘉义路段设置1级甲3级国境，经过5个车次列车临时停车，启动地动应变甲路线巡检。另外，斗南甲生活区间代替列车减速慢行。这一连串地动拢伫中部，也互在地民众烦恼。1941年的中部大地动，捌造成严重伤亡。1941年，那个中埔地震，它发生的位置大概是这一次地震的上面一点点。 将近70、80年这个时间，那其实也有一些学者或专家有提出这样的一个警讯。2017年的时候呢，也是发生过一个规模5.1的一个地震，跟这一次系列的一些机制是很像，都是以逆冲地震为主的一个移动这样走。 地动中心指出，8摆清残地动，其中3摆规模是以上，成因是菲律宾海板地甲 后亚板地小龙小尖，向西北较脆弱破碎的所在传达能量。未来1礼拜会发生规模4以上的地动尾，或者也提醒地动尾会阁发生，民众一定要做好防震准备。记者综合报道。继续关心天气，北部今仔才拄啊好天出日，下暗阁要变天啊，因为东北风变强，北台湾明仔载阁要开始落雨变冷。 也目前伫咱台湾东南边外海空雷风台，可能继续增强，变做中度风台。按算拜3到拜5会离咱上近。康瑞台风，那目前的话还是一个轻度台风，不过未来的话是有机会逐渐的增强，预计到了比较接近台湾的这段时间的话，是有机会增强到中度台风的一个上限的等级。预计在30、31号跟1号这3天的话，是相对离台湾比较近的时候。那未来的话，它的路径在后期的话，变数还是比较大一点。 气象署表示，空雷风台明仔载开始就会转往西北行，渐渐挖来台湾。若是时到这太平洋高压搁再变强，就可能离台湾愈近，嘛可能搁再发布海上甲陆上的风台警报。拜3到拜5，这风台尾影响北部甲东北部地区，爱防大水和地灾。 看电话消息，又搁是无牌赛车。台中一个18岁少年人赛车经过北屯区一个巷仔时，去弄到一个50几岁黑里桑，而且佮甲人交过不停，直接驶走，害人死亡。这警方是最后伫附近掠到人，嘛依照肇事逃走甲过失致死罪甲上班。 骑过监视器翕到一台乌色轿车驶过一个巷仔内底，毋但无减速，还拄入一个偏去，弄到一个过路人。过路人互弄到了后，倒伫涂骹，掩过车并无停落来。开车人继续开，甲过路人挨过，车沿这个巷仔一直开，一粒都无看这台车咯。本来在路中间然后车头一弯往旁边飘，然后就是往老先生正后方撞到，然后整个连过。 虽然看到民众赶紧救护车，掩过轰弄到这过路人已经无性命征象，送医抢救也是不治死亡。27早起9点外，台中北屯区北屯路一个巷仔内底发生汽车去弄过路人的事故，当时弄甲真大力，轿车车头规拢冒入去，头前玻璃拢闭去，涂骹也留7个车牌。警方依照线索查到，开车去弄到人的就是这个18岁姓白的少年人。撞到人为什么还要继续开？你有没有良心啊？
这4名查甫人开车弄着人逃走了后，伫北屯区环中东路甲泰源路家己去弄着，警方甲伊带转去金门。伊讲当时开的是错地人所租的车。警方查出，这4名少年人虽然都成年，也毋过无驾照，继续排毒、啉酒开车，也毋过是毋是有食毒开车，也要进一步来调查。相关他的这个车辆行进动向，还有他这个要去哪边，我们都还在调阅相关监视器，厘清他的这个路线。警方除了正地追查死者的身份，也甲这4名少年人依照过失致死、造成事故逃走这罪嫌送法办，也来依照道交条例规定，汽机车的所有人若同意互无驾照人来洗车，除了用处6000块到12000块罚款，吊扣驾照3个月，也会记违规记点1摆。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新北邦桥府中捷运站，在天桥的电梯讲下晡向故障，对2楼摔到1楼，内底一个查某人带一个8岁囡仔受伤，送医治疗。在画面中看到这捷运站的电梯是向故障，对2楼摔到1楼，经消赶到现场，经甲人救出来。初步了解，这个查某人脚有骨折，这囡仔嘛有小可受伤。随送病院治疗，目前现场是为封锁线暂时管制，详细原因搁来调查。为着要禁止有人伫咧社会主体食薰，汤市对今年的8月开始，就有一套违规记点的制度。那违规食薰，互人记超过3届，就会叫你搬出去。这施行无到3个月，就有一号违规佮讲袂听，变做全国社会主体，互人赶出去的第一例。厝真新佮清气，政府起的社体租金比市价较俗，互真侪民众抢咧申请。为了维持环境，如何爱遵守规约，像是桃园市社体今年8月开始严格执行禁薰的规定，也过有住户却是一直口劝拢袂听，食薰犯规3摆，说讲真侪伫社体违规食薰，真侪全国头一个互强制解除合约搬离开的案例。因在室内吸烟3次被终止租约的案例，我们也会在各个社宅再次公告。以强调桃园市社会住宅执行新禁烟规定的决心。根据了解，互解除合约的住户是租孙仔住斗阵3房，月租1万外块，孙仔一摆互厝边翕到伫咧厝内开窗食薰，最后伫2月互强制搬出去。根据桃园市的规定，伫社体内底食薰互检记，头1摆是记10点，第2摆甲第3摆是各分别记30点，总违规点数达到60点，一律终止社会主体契约，将要另外21号小初犯会继续来稽查。还是会闻到有烟味，所以有人在反映。当然是禁烟是最好的。也伫台北市、新北市、台中市、高雄市的社体，相关也是全面禁止食薰。依本中心现行社宅租约规范，社宅范围内全部禁烟。在我们社区的这个基地范围包含住户的住家里面那都是一个禁烟的范围。台北市每一摆扣5分，扣满30分解约。一年来有25户因为食薰互扣分。新北市每一摆记5点，记满15点袂使续约，满30点是终止租约。台中违规扣10点，总计扣分超过100点的，除了强制爱搬出去，未来3年内也袂使申请社体。仅有12件违规，高雄相关互查到记10点，总计30点强制退租，仅3件违规。社体禁薰规定，食薰的人千万唔通低头唔顾顾本机。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中国上海今年的万圣节是禁止举办任何万圣节聚会，一个较闹热的所在，拢有派警察去徛。那看到有参加万圣节变装的民众，就会互人抓起来。一台甲一台公安箱仔车摆伫路边，道路两边各用路障围起来，穿黄色服饰中国警察徛伫路边巡视，检举出地穿万圣节变装服装的民众。拍照保护啊！被带走了吗？为了防止民众变装上街路，上海当局提前差不多1礼拜通知各机构甲店家业者，提醒绝对袂当办万圣节活动，禁止所有万圣节装扮，若无得要求暂停营业。当局各位10月2号开始，出动大批警察驻守伫上海古乐路、中乐路、淮海路，还有复兴公园这人潮较侪所在，出地穿万圣服装的民众，各个管制维持到10月31。在这日静静的周末街路，陆续有民众因为参加万圣节的派对，和警方带登去公安局，佮严格限制记者访问。可以拍摄，可以发，但是不能随意篡改，不能掐头去尾，了解啊。
上海检测出的万圣节的高怪服装，是因为2023年的万圣节是上海新冠疫情解封了后的头一个万圣节，有少年人扮做检验的医护人员，反映过去3冬的新冠疫情，有人身躯搭满白纸，呼应2020年的白纸运动。不过也是有部分民众违反禁令，就着落雨天客雨伞、甲服装炸掉的，也是真正行过改变严格的区域。组织去人少的巷仔内，也是天桥，也是有万圣装饰的店铺进前翕相过节，来应对中国警方的处理。公司新闻台是董炳耀。镜头当然看咱台湾高雄喇叭底万圣节点灯派对，这活动拄才开始就开始咧落雨，真侪民众是拢紧走去捷运站内底去避雨，车站内底嘛是人挤人，现场煞无人咧管制，嘛引起众人的批评。参加西洋几节大游行，汹汹落雨，民众抓着雨伞，想要去捷运站避雨。不过出口已经有袂少民众徛咧，也是坐咧内面，路线拍角，警察赶紧到现场指挥。高雄西洋几节少年团活动，26号暗时伫喇叭底公园举办，封路变装大游行。今年更加规划全台上大、悬22公尺的大金龟顶和灯光表演。对下晡开始，各种打扮的大细汉民众来到喇叭底公园，市府统计起因超过8万人参加，不过活动才开始就落雨，有的民众感觉无好耍。好可惜有下雨，就有点影响气氛，是吧？对，朋友带来的，刚好想说用这个方式可以让大家都躲在里面。因为现场就伫捷运站附近，袂少民众无扎雨伞，想要入去避雨，和出站的民众客做伙。嘛有民众讲无看到管制人员，差一点造成小客意外。车站内嘛因为人真多真翕，民众客着亏损一直压。高捷公司解释，是因为汹汹落雨，坐车的民众比预估规定的时间提早出现。有短暂分阶段进行人潮管制，晚间8点左右即已经完成所有的人潮疏散。管制的目的主要是避免人潮拥挤踩踏而造成危险。高捷公司表示，本来评估暗时8点是主要人潮回流的时段，昨暗看到人潮的状况，已经提早发出加班车，每3分钟一班，而且进行管制。不过比起过去市府大型活动线场顺利，这边煞是因为落雨，全部被拍乱。记者李雪吴小管高雄报道。针对新型毒品这种项叫做强势分段依托米酯，这法务部是打算年底进前要甲新月做和安非他命、甲大麻同款的劣质毒品。不过，立委是表示，相关的法制甲行政作业恐惊是袂符，建议紧急禁令大成来应对。知道自己毁了一个家庭吗？嫌患食新型毒品依托米酯造成的丧失分段了后毒驾，今年已经造成2名警员殉职，5名警员受伤，引起讨论。根据高检署的毒情警示，依托米酯通报案件数比去年增加58.2倍。随着滥用进行加重，法务部建议伫年底进前，将依托米酯为即马的第3级毒品提升为第2级。不过，立法院法制局指出，相关毒性法制作业也未符新型毒品推出的速度，建议以暂时也是紧急禁令的做法来应用。你要有弹性，然后要开紧急会议，速度越快越好。公告时间要检讨，暂时性的禁限，这个东西就是其他国家在补偿的。官方行政怠惰，依托米酯早在去年9月就已经被查获。法务部却拖了9个月才召开毒品审议会议。行政部门有没有一些在这些立法的空窗期期间有紧急的因应作为，也不能够忽略了一些必要的行政程序。民众党立委陈昭祖以日本的指定药物制度为例。当一种新物质方发现有毒品性质时，政府会当透过紧急定书禁止药物流通甲使用。反过来看，咱国去年9月就已经查获依托米酯，不过一直到今年6月才决议列为3级毒品。8月公告列管，防执期进度稍慢。那督审会它本来就不是一定要3个月召开一次，它有召开临时会的机制。它一旦列入毒品来管理，它毕竟是一个犯罪，所以它一定要有一个法律上的授权的依据啦。法务部回应，暂时禁令有缘需要法律授权，爱经过审议定书。每一季的毒品审议委员会有临时调开机制，像针对依托米酯。到下伫11月中召开临时会，未来对类似的新型毒品也会比较办理。记者综合报道。
即马是有真侪囡仔的工课场体验活动，家长伫网络就通好报名。不过现在是嘛有真侪诈骗集团专门咧开这种广告，佮假讲有甲消防局佮大卖场来合作。一旦若去报名，留资料落去，这恐惊就去用盗用。 赴伫地动教室内体验地动大来回流，互囡仔行甲叽叽叫。这是台北消防局的防灾科学教育馆体验活动，建议未少家长带囡仔去体验，也学习防灾知识。不过最近有未少家长发现，里面册也是 IG 定看到假做体验活动的广告，点开链接了后，各位者来骗购资。不会从特定的他的那个网址点进去看。 对，会再确认一下，不然最近诈骗真的蛮多的。就是现在太多 LINE 的那个诈骗啦，所以在填的时候就会大概知道有异状。冒名对象为连锁餐饮到超商，也是航空公司拢有。台北市消防局也受害，也普遍澄清强调，毋捌伫赖群组要求民众提供告知。另外，就有名卖场也捌互诈骗集团冒用名机，假做成立小小店长体验营活动来骗告知。 我们都只会留比较简单的资讯、姓名、电话，可以让我们查询到是否是会员，不太需要说额外的，会再去做一些比较细部的一些资料索取。如果你照着这流程输入验证码，你那 ID 就会被骗走啊，或是他骗客时都会把你拉进假投资群组，或是什么好康领取群组啊，里面的人很多都是诈骗集团埋伏的暗桩。 专案专家表示，像体验营等诈骗广告，定要求家长先私信，为的就是处理联系方式了后，诈骗更较大的金额，尤其是赖群组对诈难度高。现在很多的这个诈骗集团都使用 LINE， 因为事实上在 LINE 的追查上面是比较困难的。假设他们在第一次的诈骗是失败的，就是你不相信之后，那如果你没有把它删掉的话，其实诈骗集团事实上会利用他已经取得 LINE， 下次会用另外一种方式在接近你。 专家呼吁伫面册顶社群媒体看到类似的体验活动，建议直接打电话甲对方敲钱，唔通透过私信方式联络，才会当避免被骗走告知。记者综合报道。今日是国家基研发展会议正式大会第2天，大会是邀请到英国学者来分享基研复诊的经验。另外一方面，咱国家基研研究发展中心的草案到当时立法院也在等排审。基研学家张学谦就指出。 国家的专职单位除了爱规划详细，嘛应该保证各种的国家基建都有公平资源甲待遇。议会会议自7月9日，就跟各界针对台语名称有真侪争议和讨论，就是惊台语变做新的霸权。文化部长在正式大会中回应的是强调，即马侪族群语言拢是国家语言，未阁有独出某一个语言的状况。文化部嘛表示，未来为着要促进社会通有愈侪接触无共语言的机会，打算要透过打造语言产业，增加侪国家语言的就业机会，嘛互少年家在学习的时愈有动力。原住民语言或者客语的语族很害怕。 这个台语的语族的会又成为新的霸权，因为它人口真的比较多。我想应该是不会，因为我们50年来都强迫讲华语，讲其他方言都要挂狗牌，这就是一个政治上的最大错误。现在我们要把这个错误扭回来，是会经过一个时间。 另外，为着要让台语、原住民语等等的国家语言通有全面性的语言政策来支持和施行，行政院在今年6月宣布通过国家语言研究发展中心设计条例草案。伫咧英国威尔斯嘛有通过立法成立小型的独立机关。威尔斯的语言副专员表示，因除了爱规划发展威尔斯语的语言政策，目前讲威尔斯语的人口干那50万，才占总人口的16%左右。因希望在2050年达成100万人的目标，因嘛着监督政府敢有达成目标。 Independent of government, we are there to hold them to account, but also to provide advice on key policy issues. Now, these range from education, health, broadcasting, planning, housing, and so forth. And we also have a specific duty to publish a report every 5 years on the situation of the Welsh language. 原来台湾未来要设立技法中心，学者张学谦表示，除了爱互民众面对家己的族群语言有正面的态度，嘛要确保各种国家语言通得到公平的资源和待遇。就是讲我平是人吼，我应该享有的语言权利，是没有得到国家的这保障，甲经费支持。 学者嘛强调，虽然技法中心的设立已经得到行政院的支持，不过即马搁咧立法院等排审，所以讲会过袂过还阁唔知。伊认为无论结果是安怎，民间有关系爱维持组织合作的精神，互台语通继续发展落去。记者卢尚如、酷焦勇屏东报道。
2024年台湾国际人权雅典对10月14开始巡回播送，嘉义市的独立册店台湾图书社嘛联合在地店头家，作为办理这人权雅典的活动。头一场就建伫咧嘉义的旧监所内底，配合导览活动，帮会当加深民众对人权的意识。伫嘉义边仔小路上界较早的历史，2024年台湾国际人权雅典嘉义市的活动，主办单位唔但要伫嘉义内底放电影，佮配合地方创新团队设计旧嘉义的行头活动，配合暗时放的纪录片，全民感识。在看这部电影的时候，我觉得它是真实而且令人恐惧的。对台湾人来讲，咱像自由，那敢若空气共款，大家平常时无啥感觉到。啊，毋过即马伫咧嘉义内底，大家可能搁较感觉到讲，哦，这个自由的珍贵伫倒位。2024台湾国际人权雅典一直到11月15号，会伫全国巡回放电影。嘉义市的独立册店透过自录拓展的方式来举办。头一场的活动就建立嘉义旧嘉义内底，要透过空间甲活动结合，加深民众对人权的意识。这部纪录片里面看到中国的现况，就是它有时候其实是很无力感的。那个无力感不只是来自于，这个。他遭遇到的情况，我觉得更重要是来自于这个体制，还是讲这个国家是对他的这种压迫。会使了解讲咱台湾的民主的过程是真无简单的，啊嘛真有可能一下啊，咱就已经失去这个自由的机会。所以希望大家拢会使珍惜台湾的民主。这摆人权雅典嘉义地区计共16场的活动，会放送9出电影甲3出短片。主办单位之一的台湾图书社表示，这影片平常时较看袂到，但是甲咱的生活有真重要的关系。希望透过活动，会当让民众对人权的议题有更较深的认识。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明仔天气啥款来看详细资料。北部地区23度到25度，中部地区23度到29度，南部地区24度到30度，东部地区24度到29度。外岛地区21度到27度。感谢你收看今日 AM 新闻，稍等下再继续收看台湾技术谱。我是志安，咱明仔载同一时间再会。Thank you.